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6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73天。在前线发生了137次战斗，其中42次发生在波克罗夫克。一架乌军苏27飞机用 GBU-62 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了波克罗夫克附近俄军突击部队的集中地。这次轰炸扰乱了俄军进攻部署，导致他们在这个方向进攻停顿了数久。乌军正在不断收复失地。乌军总参谋部确认，乌军收复了苏梅州别兹萨利夫卡定居点，并彻底清除了那里的侵略者。在战斗中，18名俄罗斯士兵被消灭。乌克兰空军还成功击中了赫尔松奥列什基地区的俄军营级指挥所，另外还摧毁了俄军在苏莱达尔的指挥所。在波克罗夫斯克红军城乌军进行了强而有力的反攻，向前推进，宽度有15公里，成功夺回了普拉尼夫尼村。激烈战斗正在进行中。乌第7空降旅抓获战俘口中得知，俄军指挥官命令9月1日前抵达波克罗夫斯克南郊，俄军不计代价要达成目的，损失将极其惨重。乌克兰总参谋部12日在一份报告中说乌军已经收复了位于苏梅前线叫斯捷普涅和新科斯蒂安季尼夫卡2个村庄。第225独立突击团的战士们通过积极的行动将俄军赶出了国界。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似乎在红军城俄军有所突破也就是波克罗夫克对乌军形势非常不妙，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俄罗斯军队突破波克罗夫斯克以北的乌克兰防御，2天内他们推进了13公里。由于乌克兰人员严重短缺，该地区坚固的防御工几乎空无一人。此外，乌克兰指挥部更喜欢使用无人机而不是步兵来保卫阵地，导致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掩体和战壕在数周内都是空的，或是几乎是空的。分析人士称，这一前线局势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人员严重短缺，无序撤退，导致俄罗斯取得突破。由于红军村北方突然的跃进成功，乌军前线正在惊呼前线局势失控。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哈诺哈德几乎被包围，康斯坦丁尼夫卡半包围，俄军正向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基夫卡推进。这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军官叫克罗特维奇说的他说这个危机局势逐渐发展，日益恶化。克罗特维奇强调了这一前线区域局势的严重性。总体上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这一带加强了进攻看样子是想在特朗普和普京会谈之时能够拿到更多的据点和土地。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中乌克兰无人机成功击中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000公里，位于夏诺夫格勒德的阿尔扎马斯仪器制造厂。该厂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军运航空仪器制造厂之一，其生产的产品不仅应用于各型军事飞机，还用于包括防空导弹和对地攻击导弹在内的各类制导弹药。暂时还不清楚本次袭击的更多信息，包括乌克兰无人机是否击中了其他目标，对阿尔扎马仪器制造厂的破坏效果如何。不过料想应该是再次影响了俄罗斯军工业的生产。当然同时这个俄罗斯军队也在继续空袭乌克兰，诸多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被击中，平民出现伤亡。这是双方一些战线的情况和轰炸的情况。那么从目前来看，俄罗斯恐怕在各条战线上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因为俄罗斯现在正在进行疯狂的这种攻势。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在欧盟掌舵人就是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谈到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讨论美俄峰会时，冯德莱恩表示美国有能力迫使俄罗斯做出让步，但是他们现在却想把当事人摒弃在外，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居然跳过欧洲人与乌克兰人来讨论甚至决定别国领土问题。不管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乌克兰和欧盟必须参会在场，因为这事关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安全。我们不会让协议成为俄罗斯合法进入乌克兰、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的跳板。欧洲这一回是越来越团结，越来越支棱起来。欧洲放话要继续给乌克兰援助送武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他在与欧洲各国外长举行的视频会议结束后表示他说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对俄制裁
措施。卡拉斯在涉及即将举行的美国领导人与俄罗斯总统，也就是特朗普和普京会晤的讨论结束后发文说我们正在制定针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措施，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并支持其加入欧盟的进程。也就是说欧盟已经在准备对俄罗斯的第19制裁。继法国、英国、德国、波兰还有芬兰等欧洲大国发声之后就是要力挺乌克兰这个日俄接壤地区也纷纷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个北欧8国丹麦、芬兰、冰岛、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挪威、瑞典发布声明，支持乌克兰土地完整，强烈反对通过俄乌冲突暴力杀戮而改变国际边界，侵吞别人的土地。上述地区表明立场，特朗普和占领军意图孤立乌克兰，然后进行分赃，最后被唾弃的会是他们。侵略和投降不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因为所有人都不想变成他们两个的下一个受害者。丹麦警告美国，不要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与普京仓促达成和平协议。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表示，任何与克里姆林宫仓促达成的协议都可能带来危险后果。他警告不要急于与普京达成协议的诱惑，并将这种情形称为与魔鬼的交易。在他看来，任何谈判唯一正确开端应该是全面停火，只有在全面停火的条件下，才能开始讨论长期解决方案。这位丹麦外交官说加拿大与欧盟和英国一道决定降低俄罗斯石油门槛的价格。根据加拿大政府的信息报道，加拿大宣布加入欧盟和英国的决定已将俄罗斯原产海上原油门槛价格从每桶60美元降至47.6美元，目标是限制俄罗斯资助对乌克兰战争的能力。财政和国民收入部长弗兰索瓦·菲利普和外交部长安妮塔·阿南德宣布了这一消息。加拿大的监管变化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发生。通过降低门槛价格，我们正在增加经济压力，并切断俄罗斯非法战争的关键资金来源。加拿大仍然是乌克兰的忠实盟友。安南德说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将直接援助与经济制裁结合起来，剥夺俄罗斯继续侵略的资源。我们再看看这个德国作为欧洲最强国这个德国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要挺身而出要立场坚定，要一锤定音。就在这个特朗普摇摆不定，特朗普有出卖乌克兰、出卖欧洲可能性，所以德国这个表态非常关键。德国担心特朗普与普京的会谈牺牲乌克兰领，8月13号决定举行视频会议。根据美国美联社报道，德国总理莫尔茨已经邀请特朗普、泽连斯基、北约、欧盟领导人在特朗普与普京会面前举行视频会议，时间定于8月13号，就是星期三特朗普与普京会面是在8月15号。莫尔茨声明不接受以牺牲乌克兰领土为代价的会谈。德国明确表示不接受美欧两国绕开乌克兰和欧洲讨论或决定俄乌战争的问题。大家也知道这个开战3年半以来，德国是仅次于美国对乌克兰强力援助的国家，而且这半年德国援助力度是越来越大。8月11号，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他说在当前关键，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与欧盟及跨大西洋伙伴密切协调。我们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目标，即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但最终必须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绝不允许用暴力改变边界。涉及到我们的安全，我们就必须参与决策。因此，欧盟各国外长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进行了磋商。8月12号，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自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国家的国防建设规模增加了2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该消息称欧洲军工厂总面积将从2020年到2021年的79万平方米增加至2024年到2025年的280万平方米，翻了3倍增幅最大的是莱茵金属公司和匈牙利国家国防公司控公司后者专门生产弹药和炸药。消息强调，欧洲军工厂生产区域的急剧扩张是欧洲国家为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做准备的。亚太论坛高级兼职研究员、前北约军备控制主任阿尔伯克表示，这些都是深层次结构性变化，将在中长期内改变国防工业。另有消息称英国已经开始制定与俄罗斯开战时的最新行动计划英国已经准备跟俄罗斯开战。还是根据这个《金融时报》报道他说欧盟弹药年产量在2025年底提升至200万。据报道，欧盟国防事务专员库比柳斯表示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欧洲炮弹年产量已从30万枚激增，预计到2025年末将实现200万枚的年产。
产量。库比留斯强调啊，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激励军工企业扩大生产的方案，其中防空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将被列为优先增产领域。也就是啊，这3年半时间啊，欧盟的炮弹生产从30枚到现在的200万枚。这欧洲国家为什么要这么扩军备战？实际上啊，就是在争取时间啊，最终恐怕要跟俄罗斯要打一仗。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啊！你看啊，这个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加宣布啊，乌克兰和捷克生化武器生产。这个捷克啊，给乌克兰提供了3大支持。第一个就是弹药倡议，也就是弹药联盟啊，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180万枚炮弹。第二个就是设立乌克兰飞行员培训中心，帮乌克兰训练飞行员。第三个，联合推进军工产能。俄罗斯专家评估啊，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宣布取消对乌克兰武器供应的禁令，该国可能会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这一外高加索共和国目前持有的苏联俄制武器。首先可能涉及是向乌克兰运送继承自苏联或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阿塞拜疆军火库中部分康乃馨经合欢自行火炮极有可能被移交至基辅方面。不过巴库是否会决定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姆斯塔和芍药自行火炮仍存在疑问。此外，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库存中有约30门152毫米的D-20牵引式榴弹炮、42门门亚辛特 B 榴弹炮以及超过200门D-30牵引式榴弹炮。当然了，还有很多这个苏制或俄制装甲运兵车，这些武器啊都有可能会送到乌克兰。考虑到阿塞拜疆政府正积极采购土耳其同类装备，若因炼油厂遭摧毁而心怀不满的阿利耶夫最终决定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并取消禁令，巴库完全有可能将其持有的苏制及俄制武器剩余库存送于乌克兰。总之啊，俄罗斯是仇人呐，越结越多。我们再看这个特朗普啊，又是满嘴跑火车啊。这个特朗普啊，在12号啊，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啊，俄军要是走高速4个小时可抵达基辅。他说，但是有一位将军啊，命令俄军的装甲车从田野里压过，所以耽误了时间。这个也不知道特朗普这消息从哪儿得到的啊。他的意思就是俄军啊，现在如果稍微一用力一认真，还能打到基辅。大家看视频啊。You know, they would have been in Kiev in 4 hours going down the highway. But a Russian general made a brilliant decision to go through the farmland instead. Got stuck in the mud. I don't know who that general is, but knowing Vladimir, he's probably not around any longer because all those tanks were stuck in the mud and they went along with the javelins. Нитро, я удар, слушаю тебя. Удар я Нитро. 6-й полк почти потерял. Что? 6-й полк пока не могу доложить, пока собираю. Очень много потерь. Ждали. Голова колонны попала в засаду. Командир полка погиб. По остальным разбираюсь. Сейчас как разберешься, всех соберешь, мне доложишь, как понял. Оттуда били артиллерия, танки. С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так я понял, Байрактар летает. Остальным сейчас потерям разбираюсь. 实际上，这个刚开战的时候，乌克兰确实比较弱，但是啊，由于这个大家曾经都在一个锅里吃过饭，都是苏式那个，所以俄军一撅屁股，这乌克兰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人家早就有所防备。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啊，这苏联呢和俄罗斯，它干涉别的小国家，它就是3板斧。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第一板斧就是机降，就是把那个国家首都边上那个机场给占了，突袭完了之后，把机场一占之后，那个伊尔76啊就开始运那个装甲车啊，空降部队就进来，然后把首都一占啊。起火，后面就开始改选，要么就是扶持一个亲苏联的政权，要么就是这个傀儡政权，要么就是直接就被苏联吞并啊。阿富汗、匈牙利、布达佩斯啊，都是这么干的。我在节目还说过了，印度啊，上个世纪70年代啊、60年代跟这个苏联关系紧张的时候，印度啊头等大事就是防空降，所以大家还恐怕记得啊，找一些材料，上个世纪70年代那都是宣传什么步枪打飞机，步枪打这个空中的那些降落伞，空降的这个苏联士兵都是在练这个啊。那些女民都在练高射机枪啊，干啥？不是防美国人，美国人要来，他是那个海上突袭，防的是苏联啊，他就是这一招空降。所以呀、这乌克兰人太，所以人家好巧不巧的就在那个首都基辅边那个市场，哎，正好有2个预备役在那儿训练，实际上就是安排好，就是引这个，他就知道俄罗斯也可能要在那儿，他把60多架直升机，武装直升机带了600多人啊，突击队先要占领了机场，结果惨了，而且这个乌克兰人更厉害啊，立马强行起飞一架飞机啊，把那个机场的跑道给炸了啊，专门带着那个专门炸跑
跑道的那个炸弹，把跑道一炸，你飞机怎么降落啊？炸了这个机场1R76没法降落。随后这600多人啊，被打的大概剩一半吧，然后还被又新的突击队来救这600人啊，这回救回去几百人不知道啊，大概300人从白俄罗斯走了，也就是人家早就防着他了。一字长蛇阵到了这个基辅城下，说好了1个小时22分，结果呢后勤供应跟不上，他把这个后勤供应那个线太长，被乌军呢用那个标枪、反坦克导弹，用那毒刺导弹，对吧？在这个美西方这个卫星啊这个数字啊精准定位之下，把他后勤补给线给打断了。哎，这个咱们以前不说了吗？叫什么滴滴打飞机嘛，滴滴打坦克。俄军的坦克、装甲车以及这个运输物资的这些军车啊，只要一出动就被美西方的卫星发现了，还有侦察机啊，然后这个信息就传递到乌军手上，这乌军马上就派出一支小部队在路上拦截伏击，惨不忍睹。所以这个特朗普就满嘴炮火，然后特朗普啊还抱怨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啊，对吧？一说让他签署这个领土交换的协议，说泽连斯基就开始推诿，说这个乌克兰的议会没有给他授权，然后特朗普就说了啊，说乌克兰议会给了泽连斯基杀人的权利啊，杀光所有的人，却没有给他什么签署这个和平的这个权利。然后又说啊，这个给了泽连斯基啊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个特朗普啊居然黑白颠倒啊，说是泽连斯基发动了战争。比如即将到来的特朗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啊，这个阿拉斯加居民啊已经走上街头，向特朗普和普京发出明确的信号，阿拉斯加坚决反对暴政。当地组织阿拉斯加站出来宣布，就是这个组织名字就叫阿拉斯加站出，他们已经宣布了啊，将于8月14日举行抗议活动，主题为阿拉斯加与乌克兰同在，并反对俄罗斯独裁者在我们伟大州的，也就是不欢迎啊。这个普京这次好歹也是叫故土重游啊，却遭到这个当地人的反对唾弃。这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呢，还是副主任啊，叫波多利亚克，向特朗普喊话说，吞并领土不是普京的最终目标，他根本不接受乌克兰的存在。普京想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他试图剥夺我们的军队、外交政策以及在国内的发言权，我们将成为帝国模糊的俄化的附属物。正因如此，任何关于莫斯科最低要求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因为只有最高要求。克里姆林宫以战争为生，除非俄无法承受其侵略，否则绝不罢休。任何其他形式的停火都意味着俄罗斯的暂停，这将破坏国际法，世界将收到一个危险的信号：较小的罪会受到制裁，而较大的罪则会被取消。窃钩者贼，窃国者侯啊，就这意思。全球安全体系将崩溃，战争将成为解决争端的普遍手段。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如果俄罗斯这次啊得逞了，那以后这个人类社会就回到这叫丛林社会，以武力说了算，暴力解决。这个正在监狱里面踩缝纫机的俄罗斯的这个老黄俄啊，叫斯特列科夫，他说啊，即便特朗普和普京真的举行会晤，也不会带来任何好消息，任何对美国有利的结果，对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失败。你看看啊，这俄罗斯人什么态度？这个战争研究所啊，则认为普京故意重复那些对乌克兰来说完全不可接受的提议，目的就是拖延美国政府的制裁和有意义的停火谈判，并将谈判失败归咎于乌克兰。特朗普迟迟没有实行新的对俄制裁，而克里姆林宫的最新表态则确实在批评某些欧洲国家有意破坏正在进行的美俄谈判。也就是说啊，这个不能停火是因为欧洲这个国家在里面拱火浇油，要么就是乌克兰，对吧？这个没有诚意，不投降。现在关键是看特朗普。泽连斯基宣布啊，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三方会面，时间目前还没有确定。唯一确认的，泽连斯基不会参与本周普京与特朗普的会谈，也就是等到普京和特朗普谈完之后啊，要根据情况安排普京、特朗普、泽连斯基要进行三方会谈。我觉得三方会谈都还要加上欧洲啊。这个有媒体报道啊，说埃尔多安准备组织乌克兰、美国、俄罗斯和土耳其领导人举行总统会谈。泽连斯基在与土耳其总统通话后发表上述讲话。我们再看看大国的表态啊，比较微妙啊。这个今天啊，在外交部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啊，这个大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大国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乐见俄美双方保持接触。大国期待所有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都能适时参与到和谈进程中，尽早达成一个公平、有约束力并被各当事方接受的协议。这是大国的意思啊，是希望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所有的啊都要参加会议，一起推动这和谈。也就是说啊，你别想着美俄两个人在一起一密谋啊，就要拿个方案让世界接受，这个恐怕大国是同意的，对吧？你就得有乌克兰参加，有欧盟参加，你还得有其他相关方。今日俄罗斯啊报道说，俄罗斯
斯企业倒闭出现井喷，也就是俄罗斯出现企业倒闭潮，新注册企业数量大面积下滑，俄罗斯经济面临崩溃。文章还说俄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非常震惊，2024年上半年近14.1万家法人实体倒闭破产，以贸易、建筑和制造业不多，但同期新注册企业仅9.5万家，破产数量远大于新生企业数量。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大量外国企业逃离俄罗斯，和俄罗斯切割，导致俄罗斯经济陷入持续衰退。如今大量国内企业难以生存，纷纷倒闭破产，这让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专家预计2025年底将是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期限。所以我记得经济学人也预测2025年底俄罗斯经济要崩溃，一切让时间来。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